来看今仔日欢迎第4会期，新的会期开始咯。早起立委报道，国民党团表示讲，军公教年金改革会是这个会期的优先法案，卖甲民众党做伙来推动公投白大选。民众党立欢迎党团总调郭昌是强调讲，修法是为了要放任公投的规定，国会若要合作，民进党团的人士外界嘛真关心。阿手挨萨斯立欢迎三大党边真难得气氛正好，新会期加上国民党团干部交接，大家拢做伙。那也新任书记长罗志强也明确提出，优先法案就是修正军公教年改。我们不是反对今天做年金改革，而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削夺退休保障砍够了吧？我们会要求来停止所谓的再砍所得替代率。伫民众党是力推公投白大选，国家那也达成共识。不过进前中常会主委吕正勇认为无修法的必要，强调那公投白大选恐惊呈现2018年的选务混乱。我们想要把这个公投法从鸟笼放出来又开始找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，不是什么选务的混乱实际上面的原因就是2018年的时候，民进党输到脱裤子嘛。那现在大罢免是结束了。看不到大成功大概只有看到大落赛。那希望民进党能够汲取教训不要再浪费宝贵的院会时间了。黄国昌也强调，民众党顶一会期无通过引用午餐法、外送员权休专法，抑个国内移转投票顶案，拢伫本会期处理。然而，安怎亚战拿被联手的国会公司，党团人数阁有真做焦点。今天我们党团会询问给党团所有成员，为期1个礼拜。请大家有意愿担任六长的，请来登记，为期1个礼拜这是我们一定要的党团的具体作为。所以到最后，看登记的情形再协商，然后我们组出一个新的队伍出来以上。强调郭建明对家己职务是不是移动，无可以做回应，简单回应了就赶紧离开。内部人数甲路线问题有关的关卡，记者综合报道。